就係關於簡單嘅方法可以知道你嘅男朋友或者另一半係一個值唔值得信賴嘅人。從旅行方面就可以知道啦。咁唔係去一個簡單嘅旅行，係去一個陌生地方旅行。通常去一個唔識嘅地方旅行之前會做一啲嘅資料搜集嘅，佢會唔會將你一啲嘅意見擺喺個行程入邊，或者 into consideration 啦？個行程為你而設啦，定係為佢自己而設啦？定係佢直情一啲行程或者一啲 planning 都冇？嗱，其實咧去一個陌生地方旅行咧，就好似一個人生嘅縮影咁樣，即係你同一個人長久落去嘅時候，都可能會有啲唔同嘅 planning 嘅，即係可能生小朋友啊，或者買屋啊各樣嘅嘢。咁呢啲細節咧，你就知道究竟佢係咪一個有計劃嘅人呢？咁另外有一樣嘢咧，亦都可以留意嘅就係，當去到陌生地方嘅時候，如果蕩失路或者遇到一啲突如其來發生嘅事，佢嘅反應係點樣？究竟佢係指責你啊，鬧你啊，定係大家一齊願意去解決嗰個問題呢？咁你就知道究竟當問題發生或者當遭遇一啲嘅難題嘅時候，佢係會撇低你唔理啊，定係會同你一齊去行啊，定係佢會帶領你嚟到走出呢個困境呢？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方法，可以大概知道將來你同佢選擇去行人生道路嘅時候，佢會點樣處理一啲嘅事情。可能平時相處可能只不過係可能出街食飯啊，行下街啊，你好難會行街嘅時候會遇到一啲好大嘅困難㗎嘛，遇到好大嘅波折㗎嘛。咁呢啲就係可能喺一啲突如其來發生嘅情況底下，而又喺一個陌生嘅地方冇人可以依靠，淨係得你自己兩個嘅時候，你點解決呢？因為就算可能你依家喺你自己居住嘅地方，可能打個電話就可以揾到你嘅朋友，揾到你嘅屋企人。咁但係喺外地即係冇人冇物嘅時候，你唯一可以依靠嘅就係對方噶啦嘛。咁對方做啲咩，佢嘅態度點樣，你就可以知道一清二楚，究竟佢係一個咩嘅人啦。